历史唔那是一种记录，也是价值的选择。中建院院士白雕成、林权导师谢聪敏，以及着总统府前主任詹永贤这三位先贤的论述，著作等手稿资料，在今仔日因的家属也拢全部卷出来咯。要互国史馆做整理甲研究，这寡资料也拢会变作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。 台湾的历史是前人老岁老官奋斗所写的。国史馆特别办理记者会，感谢中央研究院院士白雕成、人权导师谢聪敏以及总统府前主任詹永贤三位先贤的家属，甲珍贵的手稿资料拢卷出来，由国史馆整理收藏，做伙来为国家写历史。笔记也是讲伊的一寡文件证件。 因为咱若要纪念一个人，若要做什么展览的时阵，咱就需要这种文物啦。 安尼，毋才会较立体。三位伫咧无共领域为台湾写历史的先贤，伫咧2019年过往了后，总统颁布保养令纪念因的贡献，见证台湾当代历史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，他的研究精神和毅力也得以传承。白色恐怖的平反，他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贯彻他一直坚持人权的 普世价值。谢聪敏捌参与海外台独运动，向列作是黑名单。担任立委期间，促成补偿条例，为政治受难者平反。陈文成基金会董事长尤黄美杏表示，总统保养令所表示的是当局所肯定的时代价值。我感觉讲，咱这三位也是讲以前以后要做的工作吼，就是代表我们台湾的一部历史。 这先贤的档案、手稿资料，如今拢会使透过电子系统来查找、研究、应用。这拍拼经过考验的个人历史，即马嘛正则是台湾现代奋斗史的一部分。记者由于郑长玉随台北报道。